上次介紹完我獨自升級嘅旅行充電座咧，今次咧就有呢個藍牙耳機啊！喂，最大嘅賣點就係外形啦，半透明殼，再加埋好靚嘅印刷，細隻咁樣咧，非常之輕巧嘅。每隻耳機咧只係3g，咁啊充電盒咧係29g，加埋啊都冇40g啊，非常之輕啦。另外佢隻耳機咧就係嗰種冇耳膠，好似 AirPod 咁嘅設計啦。因為原來有啲朋友咧係唔戴得有耳膠嘅耳機嘅，成日流汗咧會彈翻出嚟。咁呢隻耳機咧就啱嗰啲朋友啦。藍牙嘅制式咧就係最新嘅藍牙5.3啦，接收嘅範圍咧有成15米咁遠嘅。咁啊，不如試試佢個聲音先。咁無論你戴上耳仔即係 Power On 啦，同埋你連接咗 Connect 咧，咁呢一啲 function 嘅時間咧，佢都會有語音咧提醒你噶。再望多次咧，都係覺得佢呢個透明盒咧真係幾鬼靚嘅。好，聽歌。啱啱發覺呢隻耳機咧都幾易推啊！頭先我大概開到未使70%嘅音量咧，其實都已經好夠聲。所以如果你喺街嗰度咧，真係唔好開到咁大聲嚇，會有安全問題㗎嚇。咁啊，另外音色方面咧，我覺得比較適合聽流行曲啦，或者係即係睇下動漫啊、睇下戲咧，咁都 OK 嘅。喺耳機上面咧，左右兩邊嚇都有一個黑色嘅觸控制，唔使握落去撳落去嘅，摸一摸咧就已經可以咧控制音量啊、控制跳歌啊、聽電話啊、收線啊等等都 OK 噶啦。如果喜歡我獨自升級嘅朋友咧，不妨可以揾翻呢隻咁靚嘅藍牙耳機，陪你嚟緊追翻每一集最新 update 嘅我獨自升級啊！呢件 X-Power 產品都有1年保養，半年內有壞啊，仲1換1添。仲有購買任何 X-Power 產品咧，即可喺產品表面啊做翻個個人黑名服務嘅，訂製個人以及公司嘅禮品啊，打造你獨一無二嘅禮物啊。詳情可以向 X-Power 客服查詢嘅。